重頭戲嚟 multi-sensory learning 研究話齋，調動越多感官，學習效果越勁。你學 rain R-A-I-N 雨，水從天而降，完啦。小樣學 rain 聽雨打鐵皮，叮叮卜卜，睇地上泛起嘅水泡，聞濕泥土嘅腥香，觸飄到面上嘅涼意。佢用全身去登記呢個字，個字入咗感官資料庫，隨時提取，仲係 4D 城沉浸模式。即係學 home， 我可以配埋雪櫃嗡嗡聲，貓叫，阿媽煲湯未？ Of course， 你甚至可以開設一個 Sensory English Museum。展廳一聞 coffee， 展廳二聽 silence， 展廳三摸 lonely。講真，搞到我都想買飛入去參觀。最後亦係最溫柔嘅一招 story-based learning。人腦天生中意聽古仔，憎背說明書，定義係冷冰冰，但故事係熱辣辣。你嘅 home 有貓有雪櫃有回聲，小樣嘅 food 有餅乾有飢餓有感恩，每句字都因為一個故事而有咗靈魂。所以我以前背嘅係字體標本，佢養緊嘅係活生生嘅字。Exactly， 歸根究底唔係 English is hard， 係 English needs seasoning。而你嘅人生所有快樂、遺憾、等待、溫暖，就係最珍貴嘅調味料。Words are like rice. Don't just swallow the grammar, chew the meaning。我明啦，我要學識慢慢咀嚼英文，唔係倒模生產英文。